个经济部针对着夜市啊小食摊推出的半价银角啊买卖补助，而这个月每一个礼拜三，较有配合的市场摊商，都会当用50块的银角啊买到价值100块以上的商品。今仔日是开办的头一天，台中的第5市场限量发送到400份的优待券，有真侪民众来排队领券，都较无2点钟咧，都拢发了咯。真侪人咧排队，对市场的门口排到外口，大家拢总是要来领台中第5市场用半价银角啊限量400张的优惠券。民众摕到优惠券了后，就冲去当经园啊等等的食物，要用50块加上优惠券买价值100块以上的商品。8点多就来了，有很开心排第一个吗？开心哦，拢60半以上，看有没有新鲜的鱼啊、贡丸啊，什么都可以的。是太热了，那就等啊。就算天气真热，民众也互线排队抢买领券，嘛讲第3面冷气的时代真会好。比平常多了1倍哦，应该有50%以上。民众足踊跃的吼，平常时差200个人，但是今仔日对咱这个关系应该是至少有超过600个人来第5市场。市场优惠券无到2点钟就发了，为摊商倒来钱条。除了台中第5市场，还有花莲中景市场嘛有人排队领优惠券。民众伫服务台摕50块换价值100块的商品券，搁到当用券来换物件。划算啊，可以买到我需要的东西。民众买甲真欢喜，对摊商来讲，嘛伫疫情期间带来商机。也是有一点点回升啦，有回升啦哈。有回升啦，大概回升大概1/5咯，好很多，非常的多。当摕到券会当换补助，民众是用半价买民生用品。第3面冷气的时代嘛，带来一寡小幸运，嘛带动市场经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